千年數17、22節，安樣講出家啲心中裡快樂最好嘅藥，但係精神吞吃骨頭都走那，所以這個心中裡思想要快樂，思想要歡喜，但係呢係講只心中要快樂要歡喜，這個嘅平衡都冇咪為例，要少少嘅平。自家都切唔到，但係呢，因為自家心中要歡喜要快樂，自家唔係點點上嘅平衡，但係佢講精神吞吃骨頭走hết，係骨頭走hết，意思嚟講人都到平衡了，係咪呢？係骨頭走hết，家平要嚟，呢平要嚟，唔啲咪平，咪嚟到自家嘅生命中，所以自家要精神在上帝裡面，要快樂在上帝裡面。菲律賓4第4節告白自家，思想自家在上帝裡面，要喜樂，要歡喜。加熱令佢講自家啲呢個聖經，要歡喜快樂。嗱，然後一天就呢家5、16加17節安樣講自家啲，也係思想歡喜快樂，也係要禱告給上帝。嗱，然後嘅嘅第18節嚟講。也要感恩嘅心對上帝，因為到自家感恩上帝合意，嗱自家亦在因心中裡又要感恩判人出，因為到自家要歡喜快樂，心中裡冇歡喜快樂，感恩都冇出嘅話都係痛苦嘅話，揪心嘅話，憤怒嘅話，攏種唔冇嘅話，因為咩呢？心中裡冇快樂，所以心中要快樂，自家最好係要感恩對呢個上帝嘅方面，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